如果在酒吧遇到烂醉如泥的女生，切记不要大声喧哗，只需假装你们是一起的，边抱怨边搀扶她离开，哪怕她呕吐也没事，稍后带她去酒店清洗一下即可。看着女生的状态，可以说这次的行动已经成功了一半，下一步只需将她扶上出租车，今晚的计划就算圆满了。 C 大哥，我朋友刚已经吐过，放心啦。结果被后面的一位女士给识破了，眼看得手的机会要泡汤，这男的也不示弱，毕竟他观察了很久，确定他应该是单独出行。关你屁事啊！大家赶快来看，这边有人想捡尸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救命！帮我们报警好不好？闭嘴啊！现在闹大了，吃亏的还是自己。男人只好转身回到夜店，从头再来。原以为这女孩能够躲过一劫，谁知他的朋友并没有让她上车，反而把她拉了出来。目睹女孩那红彤彤的脸颊，他的表情竟然颇为深沉。当两人驱车离开好一段时间后，女孩终于从朋友的腿上清醒过来，但看着面前的好友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。我是谁？经常光顾夜店的女生可能不怕被人检视，却要警惕可怕的人贩子。一旦被卖到国外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身后的一姐。